国际新闻来关心以巴冲突也咧烧战，即卖还有真侪外国人质下落不明，互哈马斯掠去。以色列即卖已经对外放条讲，伫哈马斯无放人质进前，绝对要继续封锁加沙地区，未允准物资流入去加沙。 以色列士兵夺回苏法前哨站军事基地迄当阵，掠到几多位哈马斯的武装分子。这段以色列军方伫12日公布，国际媒体无法度确定真实性的影片内面，看到以色列赢面较大。以色列媒体引用一位突击队员的话报道讲，海军的精锐突击队加几60位哈马斯的武装分子，连续几多点真久的战斗，叫出被武装分子靠爱的连接。以色列军方用空袭摧毁加沙，也为可能的地面战准备。 当局12日讲，将会继续全面围困，一直到哈马斯甲差不多150位人质拢绑带。Thank you so much. 哈马斯发动攻击6天以来，以巴双方伤亡正惨重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特拉维夫，美国武器的运送表示支持以色列伫咧加沙展开报复的行动。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艾鲁里12日警告讲，以色列对加沙的任何入侵，拢会成做以军的灾难。国际援助组织警告讲，人道主义危机愈来愈恶化。The challenge we face is our capacity to move safely in Gaza. 另外，若是无电，便就可能变做太平间。对这出现幼儿的部分箱、电工机这款设备拢爱用电。以色列能源部长卡兹讲，除非哈马斯甲连接搞出来，若无就断水、断电、断能源。因已经甲运送到加沙，供应230万居民的生活必需品，也有电切断，并且甲对埃及来的物资冻来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。